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氣女呢個節目。今晡日嘅福氣女咧，老大家咧紹介，乜嘅咧？呢老大家咧紹介係呢新北寬仁地圖，當日都會看到嘅樹兒、老樹然後後生嘅樹，然後就係講樹體喎。其實佢對呢個新北地圖咧，要動到嘅功能，嘅功能可能超過應該想象哦。今日咧紹介嘅係個當從來嘅人物，和佢用喺動動年嘅時間咧保護呢個老樹，係馬莎咧，其實呢個老樹媽媽車芬玉，歡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老樹媽媽車芬玉。歡迎呢個老樹媽媽哈，佢說我們可以說車阿姨呀做的，唔過要做的係你老樹媽媽。對，這就是你嘅片名，做得樣講嘛。都太夾案的啦，太夾案嘅哈。鄉親朋友會知道講，奇怪哈，為什麼車阿姨車太這個片名是老樹媽媽呢？老樹媽媽為什麼？因為其實你同老樹嘅感情好強樣。可能係吧。對樹頭有親有感情，唔單止愛養你，其實用咗千多年嘅時間，一直推動要保護老樹，對不對？對。做這樣講哈，是怎麼樣的起心動念，會本你想去做愛養嘅事情？我做那麼客家人啊，好簡單啊。做以前啊，開放出去旅行噶，看到嘅日本啊、歐洲啊，那也就睇書嘅很多。你去到嗰邊看到聽人嘅書誒，係轉到台灣，有想法就講，就很簡單嚇。講出來講啊，哪個東西要留起來，要文化資產。跟你的意思係講，嗰兩時你去到挪威看到拼人嘅書。老樹覺得好像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對。可是真嘅呢，唔過第一台灣後面大家都會珍惜我們的樹，你嘅老樹，可是不一樣，對不對？你那時候是不是覺得台灣？這種挺簡單的事情啦，想法啦，就講，哎呦，這太樹嘅印度，你要佢幾百年咩？有到幾千年咧，有到樹嘅較好嘅啊。100年才安太頭，1000年才安太。不過你給兩時就會知道講，第一台灣有冇？哇，我們有好多的樹，可是大家好像唔會親珍惜愛養的樹，可能為了開發，對不對？也係我們說鋪路，很多的樹就愛養一漲停。對啊。嗰種你看到親很心痛，係冇？係啊，就是想法就挺簡單講，台灣在安西啊，來年不容易啦，就講哎。一啲樹講叫做100年生存要按太樹嘅，講1秒鐘2秒鐘倒塌啦，就倒塌，就漲塌的，嗰種就為老樹發聲啦，發那個聲音出來講啊，也是唔好按嚟做，我想法就當簡單，老人講老嘅講，大家講就可以嘅，不是那麼簡單。嗰種你嘅開始就係你用嘅開始呢，你就可以，我做生意啊，你做生意，我開店啊，我想法就講。我就留一些有關係的人啊，有錢啊，講同政府啊，像縣政府啦、省政府以前有按嘅省政府，比如我開路噶哈，我先要編列嘛名目查房噶哈，我留一書嘅，我擺到天嘅講哦，哎呀單行有乜嘅，唔係講等到我開發家長去多。唔過公司採發嘅嗬，因為嗰兩時前嘅開發嘅時間，大家看到嘅係地址嘅問題嘛，對不對？係建設嘅問題，大家第一個想法唔會講老樹誒，我保護下來。嗰種你嗰兩時嘅做法就會，你就是去同人事嘅人講樹會保留下來，所以你等於是移植，一開始嘅時間係先移植愛養嘅樹。剛開始就想，你推廣呀啲東西啊，我係冇想到咁困難啦，我想。老嘅有關係，比如唔像公所啊、縣政府啊，你開一條大路噶，啲檔有乜嘅，你去調查嘛。錯。他們就有調查呀，有 work 嘅，補上。樹嘅冇去變裂啦。就想到就到。啲，古松嘅意思係講，古松你就會去拜託人事嘅人同愛養嘅樹保護下來。對，係啊，嗰個咧，呢度人一做 work 啊，加開發。經濟較好誒，呢度嘢 Q 喎，
顺巷路播放屋就有睇书的嘛。系啊系啊。走屋去的唔會痛啊，讀書也唔會痛，意思可能痛難難的，可能喺出院了，可能我一個月就可以做到安好。唔係講老保留嘛嘅，我要抗議啊，喺捱就較唔好，安尼啊就講以捱自家對地方上啊，做生意咩，就同人講，係咪可以安尼做？可能有認識一些朋友，可能喺做生意，可能也他有一些錢呐，吼，你就同佢按樣嘅態度甲講，迄咪大家做啲向下來合作，對不對？把按樣嘅老樹給保護下來。理念嘛，想法。那你也真的輕強呢，你按樣去講，佢就躺你嘅發。日日都去做誒，佢就去做誒。故說其實按多年下來，多年按樣嘅發展，也慢慢的越來越有規模，對不對？唐公，你同樹頭嘅感情親厚，你還會幫老樹看病哦。會有。用會看到。就講啊嚇，我比如係呢度頭家去做，我即個以前我冇做，因為我做生意我冇天嘛。後背嘅呢度老闆就講，我看我種嘅樹嘅屍體嚟啊，佢成種嘅10頭屍體8頭啊，因為冇，也就以前嘅安那嘛，沒有經濟成本啊，對，吃到賺唔到錢，以前給了想法係400萬夠啦，我就想呀，就講110派冇210派啊，因為伊是研究嘛，想法就講。按簡單用完了，我都本嘢就買，你這樣唔做呢？我講冇睇啊，嚇，講我做生意冇方便特別做，故說你按做到每來，你其實也付出青島嘅心力，付出青島嘅錢，你自家也投入青島嘅金錢去做。我做生意做嚟實的有啦，講我賺太錢冇啦，但是就本人。想到講，跟錢又冇做呢，我就好啊，跟而家有樣啊，我以前唔做又冇，有了太多錢，一頭樹嘅至少做5萬10萬來曬樹嘅啊，後邊我就想好啊，跟住來做，就買搭梯，買就做嚇。嗰時候你就真嘅去買一地梯，然後看到嘅錢定一下，錢重要嘅老樹。唔係，我想法就講，我一般咧推廣啦，想法就講，我做。本看好啦，嚇！我也唔是打廣告，我做個台山線嘅路順巷，8米拖、10米拖、20米拖嘅順巷買一梯，住也好，買也好，就種個太路順巷安尼，民族看到嘛。嗰時候你去買幾片嘅梯，你看到幾種清楚嘅老樹，你唔攀的嘅樹，你就同佢買下來，一直都你買的幾片種下來安尼。就順產宣傳啊。嗰時候做啲人講，喺講像老樹阿媽樣講，其實幾片有青島嘅樹係你種嘅哦，做啲係你移植嘅哦。嗰時候你有認識佢哋冇？有冇？冇認識。就是你看到按到嘅樹，你就知我兩條樹係我種嘅，兩條樹係我移植。我種咗一大筆梯，以前我嘅想法就按簡單，我做本看嘛。按到老闆有錢人啊，我唔係有錢人，我種一條樹嘅，我一定要得賺啲錢來。花一點點的時間嚟，賺到嘅錢種一條，嚇，然後賺3萬困難啦，嚇。當然啲想法就講，我做一個宣傳，我買一搭梯，種個太路順巷，睇咪當多人來去看到個，哎呦呀，太樹可以種咧。我啲啊，唔講你要真嘅去實踐啊，從冇。我意思講，你呀行到幾片苗栗幾片，種台山線幾片，有青島嘅樹頭係你種嘅啊。沒有那太老樹嘅長嘅啦，唔係樹頭啦。老樹嘅長嘅係你移植過去種，因為你做本披薩看嘛。係啊，就像講嘅老樹銀行啦。當時啊，沒有那老樹銀行啊，就講老樹嘅暫時居留所。我喺想法就講，我做一個廣告。嚇，我唔是講種個太遠人看唔到，人來去就看到，視察也看得到。嗰時候你一下視察就看得到，可能有青島嘅老樹媽媽嘅當然貢獻，當然看種樹嘅實查，交通指揮因為我太調查，當困難，當然就個喊我嘅按太樹嘅，佢係幫人嘅那種嘅
啊、重伤啊，你卖昂啊，没问题啦，哈，哎呀，就像安排啦，中昂的嘛，哈，哎，慢慢的1年、2年、3年，就念做我那老树妈妈，哎，那这样。哇，所以真是系谈老师妈样分用大家是其实做安样改事情，你真是会用动到改心理去做，怎又安样改你讲心果吼，所以其实到底还有嘛改老师改故事做得了大家分享吼，请你改向小朋友先聊下，等下再转来。欢迎收睇绕墙道，你讲老树妈妈来到鸦片同大家来分享哈。其实真给大家都提老树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拜地图黑，我觉得我们随处可见。可是我们大家亲社工去管心的，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哇，今天特别邀请到老树妈妈来到鸦片，就会因为老树妈妈在好多年前就开始关心树这件事情。所以你跟树之间的感情一定是非常非常深厚，很深厚。不是很深厚啦，是因为很多东西就是忽然间就悟到了。对，我是被树神抓到了，这样讲。不然我们奇怪，这是有钱人做的事，是还有一个有闲的人去做的事。我很忙的人，对，不过很忙哈，因为老树妈妈其实也做生意的哈，真的做生意，哈，要做青岛的生意，其实。做啲工钱会存钱嘛？做两个。咩嗌呀？做成筆嗬，上海人咩？我要做班人賣啊，我要開茶鋪店啊。做。唔過公司才發，講你錢會存錢，唔過佢存來嘅錢全部都投入了保護老樹這樣的行動。對。公司才發，其實我們講的是一個環保的概念，也是一個珍惜資源的概念，對不對？我認為啊，就是講樹嘅係。PM 一條狀態啦，對樹嘅講感情啊，是講有的嘅樹嘅冇按出得而去保護，但是有的嘅樹嘅係從細就當人心中，就有一樹嘅，好嘅樹嘅，大嘅樹嘅，老嘅樹嘅，就係牛年樹啊，哈，杞柚啊，樟樹啊，有。一度嘅日本時代經濟效益。對，古時候大家會講嘛，其實樹嘅啲生發地度，其有很多有些是有經濟價值的。其實佢唔太講係經濟價值，這種老樹媽媽講，它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它是我們跟我們一起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說你同樹係有感情嘅，有時候你真嘅，你看到嘅一叢樹，就你上段節目有講到嘛，100年、200年，可是因為我們可能為了一些經濟價值，你沒有。對你沒有想這麼多，你一下就把它拿掉了，所以我們才會要去保護。其實根本一啲節目底度也是呼籲，也是告訴大家說，我們要整一下安永嘅執念。對，所以我們等於是從老樹媽媽身上學習到這樣的精神。你上一段節目講到你在台山縣先種那些樹，移植那些樹，其實就會本台給他當一個榜樣。係後來影響很深啊。本高路嘅人看啊，講誒，其實你真的。愛用到嘅鐵，愛開路也係愛做喎。本來原有嘅睇書嘅，唔係按困難講移唔得啦，人家就講細啦，講下講細唔得，細得啦。啊，我係從唔地，唔曉得，變到清準呀，變到準呀。不過唐貢在後來，他給他看到你安永嘅行為，當然叫你老樹媽媽。有些人好像還跟你想說認養那個樹，係嗎？認養樹係我以前做嘅20年，我已從38、9歲㗎就做都開始做嘅啦，係。做我20年後啊。我嗰個20年內，我一頭我都冇本啲出去，就當我樹園啦，來看來參觀，我可以做一隻教育嘅平台，幫小學、中學各位公司行校來上課，免費上課，算是觀念的這個，還要做點心俾人食，還要做點心哦，哦，古時候嗰邊你還要做點心，大家食哦，點心啊，糍粑啊，搶人食，我做推廣就講，才影響要做安嘅事情啊。
一千撒也是推广，从一撒、两撒、10撒就推广，第二个种子啊会发出去，点点滴滴，你通一撒讲，一撒通10撒讲，就会10撒又通喊那个10撒讲，哎呀就越来越多。我想法就讲，我做买一沓梯，刚开始买2沓梯啊，就是种了当太先顺行，种落去还没当然我看看，哎呦，太树的种的长啊，哈安尼。当然阿妈有10派一朵啦，但是10派种就会60一朵，迄个只是树方无下，树方下太困难了。一头树啊，100万、200万的晒，还不是啦，请了3万到10万啊就可以。你就做得到，你就做得到。不过永清妹妹知道亲有意思哈，其实给东也可以转呀，给讲到老大树移植，对不对？其实对你来讲，你按多年下来，你可以变树的专家嘞，专家哈，你就得帮树看病，对不对？哈，因为看片啊哈，跟你当到有个专业的啦，像因为个种唔係佢種嘛，佢唔知台灣上咁樣嘅呀，而且個種嘅，而且啲啊，嗰個呢，蘇醫生也全國有記載嘅，當到錢嚟搶，唔係搶嚟到免費嘅，係錢嘅，係為蘇嘅法也上癮，係保護蘇嘅，係唔係到蘇樣賺錢。我意思就講，種誒攞保護，唔係講種來就好，但係後續，你要看見，後續要淋水嚇，要偏而來治，對。其實要增進佢感情吼，其實我也有認識一些朋友吼，其實喺一個地方可能有乜嘅幫人嘅樟樹，如果佢親近可能有人會同樣嘅樟樹長體，佢說佢當然就會轉去看佢嘅樟樹，然後本人感覺嘅樹頭，給從那個樹是有人認養的，所以大家就不敢去動它。對，乃至後這就是一個心情，就是你對那個東西的珍惜啦，哈。不過剛才老樹媽媽講到幫樹看病，其實移植樹，其實你後來也慢慢的建立，如果不要移植，也就不要移植，可以讓，比如你家旁邊本來就有一棵胎樹，你會鼓勵那個人，就是讓它保留在那邊。按用嘅方式，就香港哈，所以我做生意較無限哈，但是我有按你訊息啊，講買你要做喎，哈，我嘅順口有個太叔嚟講，我想倒睇下買睇，我鐵站起來講溝通，講哎呦唔好那一書嘅哈，唔聲音都爬高嘅咩哈，又可以保留菜嘅原味係真好，係做唔得。將天一鋪講用曬啦，曬到佢適當嘅地方，限喺老人一隻家族黏度，係唔好講偏離啊，偏離然係要祖先留下來，要限可以傳承到人後代嘛，我都阿伯就可以做安尼啊，阿伯冇辦法溝通嘅之下，就攞佢買。3步驟就出來，第一個步驟你就很提供，你會保留，年來留帶。第二步驟佢留唔帶，就是講，佢你種奶，我老曬到人順哈，喺邊唔會放開人哋。佢要冇嘅話，我就攞佢買到我嘅人嚟種。種吼，唔過係咪後來你也開始慢慢的鼓勵大家一起來認養樹？對，民2000年噶，噶就有一些金融風暴，自家嘅SARS噶，我要做生意咩，都冇人上門啊，嗰個呢經濟睇唔到啦，睇唔到就變咗有一些嘅土地會被拍賣，拍賣外家就青島建屋嘅。但是全部拿去抵押嘛，抵押拍賣去嘅，我個買得就算咧，但是買到嘅土地做唔得，大行按到輸嘅，所以說就家下就開始將當多人講識老樹媽媽，因為安怎嘛，費事傳千里啊，人嘅費事係後事傳千里，費事傳千里哈，當多人就想愛。佢嘅發現表也有種樹嘅題啊，
哦，所以有就会按用嘅原因开始我就学到诶，嘿，因为我嘅拍卖量，拍卖嘅量动哈，价值当高诶，但是我是唔会通啊，但是我买到嘅有中枢嘅題，我就拄唔掉诶，就拄唔掉，拄唔掉哈，就也有嘅因緣之下哈，就有嘅很多嘛。剃刀啦哈，剃刀因缘之下就有一只电子公司的老板，拄吼来派佢嘅秘書來拿講，將我天數擘開，嗰個報紙要出啦，嚇報紙要出講我倒山嘅啊，倒地倒錢，嗰種咱開始有按用嘅，就是一隻電子公司的老板，我也可以講啦，就佢安尼就。利金啊，利金那个电子公司，咩啊那嘛，利金集团黄崇仁啊，佢派给个秘书哈，他来讲，我同啊天数嘛个，啊这个就提前啊就讲，因为发现就查封拍卖第一拍啦，冇拍的，啊就讲唔就人啊买一沓铁电本。要1000萬呢，我欠銀行500萬，唔知人啊買500萬嘅鐵電本。啊，我講希望佢好好照顧。唔係，我係為來照顧哦。啊，至於是講可以叫按照書嘅咪。啊，佢以後就答應，就人啊買特別債務。我記得係500啦。啊，其實也就係做地講係故事嘅開始，後來之後。後來要行卡。也很嚴重，因為退款太多誒，佢賬面上看得到5-6千萬啊，賬面看得到10看唔到係當多啊，所以就一種嘅感覺就話，我冇辦法，我就是同太叔嘅講，唔攞叫我也一拜，叫我啥做，我唔真可以叫按到書嘅。冇錯哦，其實太家堂按嘅故事就知道講，其實老蘇媽媽同蘇嘅感情係暗深厚吼。其實做按道嘅事情，其實佢嘅原因就一早就會報復按道嘅蘇嘅吼。還有乜嘅故事，做啲同大家嚟分享，聊一下，等下再轉來。歡迎做啲繞牆度，老蘇媽媽嚟到兩篇同大家嚟分享講實在吼，嘅故事按度唔係一集就足講會睇，唔係2集，可能會3集4集才有辦法。連續劇，對，連續劇哦，那要30集哦，張做啲講會睇。可以啊，你想看啊，按多年前嘅起心動念，從跟樹的感情，對不對？出國觀摩回來之後感覺，然後一路這樣子按用下來，有這麼多的行動，保護樹的按用嘅行通。穿前去做也好，料前去做也好，講到鴉片按用嘅故事傾倒。不過後來就成立了一個時代環境保護協會，錯冇？對不對？基金會唔係協會哦。基金會就成立按用嘅基金會，嘅按用嘅基金會到底係做樣嘅內容咯。我嘅目的啦，就講，因為我同講嘅安那嘛，一段呢有。困難啊，經濟困難㗎，經濟大戰啊，有非常的難過啦，哈。就像有一日咧，如果我真件失敗咧，都講冇錢咧，冇辦法去保護樹嘅㗎，我要養個啥？錯。嗰日真會有一種動機啊，想講，我嘅價錢頭太少嘅，我從中做為20年了呢，剛剛我38歲做到58歲嘅年了嘛，我從12-13年就70歲，我冇辦法保護按道嘅，所以我係講要成立一個基金會，我目標要做一個老樹公園，本後台人哈可以做一個環保教育啦。本學校、公司行號、沙坪人士可以從入嚟老樹公園講故事。錯，講下以前耶穌嘅賣咧，讓佢會使到哪裡來？嚇，嗰一集就愛做老樹嘅
到安怎嘛，安尼又出又入安到银行。哦，老树银行。哎，老树银行一片，这老树银行一片，人家做老树公园，老树公园又入来，无搬出去，只能进。哎，进去啊，但是有故事的书的，咱可以念。我上班还安尼，要有故事的，要书的歌有比较珍贵的老树。哦，哎，较好的书的啦，哈，这个藏书给有哈，七里香啊，无患者的，按较好的书的，嗰个有较珍贵的书的，嗰个就又有故事的书的。就可以跌在老树公园地度，跟大家来分享。哎，对，跟米仔认养家，讲他自己的故事，哈，来，给就以前就有按的目标。错，老树银行係目前在沙比上出入，比如人家說冇人，係我就以後基金會就可以扮演個同細賺啦，就可以本人領養出去。哇，太棒了！哎，也就我想法，但是我會老啊。我家57歲的時候，我13年就像我也就72歲啊。我會驚啊，驚我。迄咪有人做得繼續去傳承老樹媽媽安樣嘅精神嘛？嗰時候有基金會就有做得有人一胎一胎傳下去做安樣保護老樹嘅行動，對不對？就講也可能喺台灣啊，同外國冇同樣，台灣較功利主義安尼啦，嚇，經濟漂漂，經濟係體重有嘛係戰爭加做動腳，做係啲嘢嚇。但是書嘅就唔會做啊，因冇進口咩。它是一個當有對人類啊，當有負感情。書係對年輕好，空氣好，文化資產好。同人不講歷史，同台灣講歷史。以前客家人哋太無糖泡茶打嘴鼓嘅時節，也係啲太書下從。對，太書下。但係我想法就講，較簡單啲嘅就講啊，哎呀，我老嘅樣較神啦，我咩？同書嘅講啊，係當讓咱家唔都叫我就好。按到書嘅唔都同我叫我，叫我唔係俾書嘅營養就較好，較多人愛啦嚇。我是從頭當困難，我係睇書嘅，我係呢度書園嘅，你嚟書嘅講，搭頭書嘅啲名啊，唔就叫我係拜海拜人就啲姊姊妹妹、兄兄弟弟就有得救啦，嚇。哎，生嘅有靈感啦，就睇嘅啥就講啊，就同講歷經咧，佢同佢睇定幣，所以1000萬嘅睇嘅價值，我500萬唔同啊辦一樣嚇，辦體嘅，或者定半日基金會，你還可以繼續再去做這樣的。那我的條件就講，你可以再繼續。你用你的公司，對啊，繼續去做按樣保護老樹嘅行動。當然，就像你講嘅嘛，你講嘅你有按樣嘅行動，你自己還是繼續在照顧你剛才說那塊土地上面的老樹，錯嗎？聽一錯事情啊，就講，我成立基金會，我請當多年啊。對，請乜嘅？請也有錢的人，我自家成立唔得。基金會去環保局哈，環保署申請2000萬，我係哪有2000萬去做案嘅事？3年嘅力量唔嚟，我請到你搶下來做我就請按多年啊，出去公司行演講，係給2000年噶通到嘅。納到我嘅，我就開始出去演講。去公司行好人係簽到，50、13阿媽去，好高行幾1000上阿媽去，嚇。其實我唔係當我講法，我強山，我應準。看來，唔講有書本而力量啊，做冇書本而智慧，本而力量，你就做得對，啲台灣按道嘅地方，企業家也好，學校也好，你就會演講嘛。演講就認識青島嘅人嘅頭家，嚇，我就講我心上，我想我成立基金會，我講1三無堂，2三無堂，就當多年咩？講就有人聽到嘅，聽到就會調查我咩？我喺邊度賺錢冇？唔係，嚇，我做嘛會按嘅？我就講
人生啊，就讲爱考，我做嘛行一条路，我都本书神做到的。骗人就可以做的，有钱人可以做，就唔免来做的嘛。但是我就做到的啊。不過也係做功德啦，我做也係做功德，也係做愛心啊。我唔敢講功德啦，我就講啊，書的程度係有它的原理。啊，我就用我的力量去游說，當到我去種，我就2000年噶開放，啊這個。電報紙開放本人領養，以前啊中醫生人唔係一條眼都冇出去，就開始開放領養。領養哈就開始就有公司行好，要種5條10條，但是慢慢就會做起來。其實我就去夾個公司看，我做哪，我老人做唔是搶人。經而設計嘅力量就清態。其實鄉親朋友，你今日談老師媽媽嘅故事是第一個。其實佢主動後生嘅世界是可以去做，安樣嘅，你講保護老樹，安樣嘅行動，對不對？其實係一個心意，一個愛心，然後也是一個提倡安樣寬博嘅概念。對，一陣間做，慢慢是兩沙、三沙。道理啊，一隻基金會大家向下來保護安樣嘅老師吼。其實今日特別邀請到老師媽媽來到節目底度，讓大家來分享是希望講，看到了天時感恩，第安樣消息感恩，你用同樣的心意，向我一起來保護你嘅老師。今日非常感謝老師媽媽來到節目底度吼，希望可以常來跟大家分享很好多嘅故事。好，感謝。好，鄉親朋友，聽下來你來做認同了。